第156章。問題：上回講到莊睿帶住宋星君姐弟以及苗菲菲返到典當行揾德叔去鑑定一下嗰一隻成化鬥彩雞缸杯究竟係真係假。當然最後德叔嘅結論同莊睿諗嘅一模一樣，只係呢隻杯嘅品相確實差咗啲。本來可以過千萬嘅身價，而家大概就100幾十萬。如果肯俾德叔修復一下，可能呢隻杯會賣到超過200萬。呢個時候，宋星君兩姐弟呢就行出咗房間嘅門口，開始商量啦。過咗大概10零分鐘，宋星君兩姐弟就已經商量好啦，行咗翻入嚟，伴隨住有啲欲言又止嘅樣。最後都係宋寬開口同德叔講：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個瓷器賣俾你哋典當行啊？唔使200萬，150萬都得啦。至於係你哋自己收藏定抑或攞去拍賣，我哋就唔理啦。咁樣得唔得啊？宋寬都知道自己呢個建議有啲唔合情理，講完之後就唔好意思咁耷低咗頭。宋寬嘅說話令到莊睿同德叔兩個人就你眼望我眼。佢哋冇諗到宋寬居然諗出咁樣一個主意。其實咁樣做唔係唔得，只係風險就全部由典當行嚟承受啦。小莊啊，再唔係你以個人嘅名義將件物件賣咗落嚟，呢件嘢喺手上留翻幾年，就算唔賣都唔會蝕底嘅。德叔諗咗下，如果按照宋寬咁講就唔合規矩嘅，因為呢隻雞缸杯如果係典當嘅話，典當行最多只能夠出到20萬左右，同宋寬所講嘅150萬呢差距好大。嗱，大家聽到呢度呢就要話啦，呢隻雞缸杯明明值100幾萬，點解典當行收落嚟最多先係俾20萬呢？呢個亦都係典當行嘅規矩，無論你攞入嚟嘅嘢有幾咁矜貴，攞咗入嚟之後肯定係蟲食鼠咬或者係破瓷爛瓦。呢個亦都係以前當鋪流傳落嚟嘅。而家呢句說話就唔叫出嚟噶啦，但係典當行所出嘅價錢一般都係當品嘅1/5左右。我係想收落嚟啊，但係啱買一層樓，手頭邊有咁多錢啫。莊睿聽完德叔嘅說話就有啲無奈咁講：如果琴日講起呢件事，佢將支票仲喺手上面，而家呢，恐怕一早將支票已經兌換成現金，將套屋就買咗落嚟啦。德叔頭先呢句說話係想要莊睿執呢個便宜，佢有把握呢個瓷器重新修補之後賣出一個好價錢，一轉手就有錢賺，多就未必，30萬都可以賺到嘅。只係佢唔知道莊睿呢個時候嘅荷包裏邊就係剩翻30萬。德叔亦都唔係冇諗過自己將隻雞缸杯收咗落嚟，只係宋寬所要嘅價錢偏高。呢件嘢拍賣出去估計亦都係200零萬，再扣除好多林林審審嘅雜項，攞到手就剩翻100零萬。嗱，凡事都冇話絕對嘅，一個唔覺意呢件物品攞出去係流拍或者成交價唔理想，咁樣呢就係蝕本生意啦。而且呢個算係莊睿私人嘅事情，所以德叔亦都冇出聲話攬喺自己嘅身上。德叔啊，點解我哋忘記咗個執漏大王呢？睇到宋星君兩姐弟心急如焚嘅樣，莊睿突然間眼前一亮，拍下自己嘅後腦枕，點解會忘記呢個人呢？你係話老楊啊？佢應該會要嘅，你打個電話問一問佢啦。德叔一聽莊睿嘅說話，就知道佢講邊個，就係楊偉嘅老豆啦。佢呢幾年成日為要執啲大漏，揾啲好嘢翻嚟，爛銅爛鐵就收咗成屋。冇件係真嘅，久而久之，圈內嘅人一提起佢，就叫佢為執漏大王。楊偉嘅老豆呢幾年呢，生意上晒軌道啦，專門就請咗職業經理人去管理，平時都冇咩事做，大多數係同啲老朋友飲下茶，或者去古玩市場裏面行下咁。頭先食完中午飯，啱啱準備去瞓個晏覺，呢個時候就接到莊睿嘅電話啦，馬上佢就精神翻。就吩咐莊睿邊個都唔好賣，自己馬上就趕到。不出半個鐘頭，楊偉嘅老豆真係趕到過嚟。
聽完莊睿嘅介紹之後，好高興咁拍咗莊睿嘅膊頭，就講：哈哈哈，唔錯啊，小莊，不枉世伯我平時咁錫你，有好嘢果然諗到我吓。世伯，呢兩位都係我朋友，呢件事我都係幫朋友嘅啫。你睇下呢個價錢。其實莊睿嘅心裏面係將楊偉嘅老豆當成水泡，所以佢嘅誇獎，莊睿心裏面係受之有愧嘅。150萬係嘛？冇問題冇問題。不過楊偉嘅老豆隻眼一轉，就落咗喺德叔嘅身上，跟住又講：德老哥，呢件嘢我收低係冇問題，價錢就按你哋所講嘅。不過你哋要應承我2個條件先得。德叔同楊偉嘅老豆就好熟，平時開慣玩笑，佢就講咯：唉，你要就要，唔要就算數。呢件物件你仲驚我賣唔出去啊？就係小莊成日掛住你，你呢個時候仲講條件？德叔講啊咁講，但係楊偉嘅老豆一於好少理，指住嗰隻成化雞缸杯就講到：第一，老哥你要將隻杯幫我修復翻；第二呢，楊偉嘅老豆呢亦都係50幾歲嘅人，講嘢之間竟然係扭扭擰擰咗起身，睇住成屋嘅人有啲唔好意思喎。你講啊講啦，斷絕和重咁。德叔睇到楊偉老豆嘅樣，都有啲好奇，究竟佢第二個條件係乜嘢？第二個條件呢，就係呢件物件，你哋唔可以傳出去，我係幾多錢收嘅。如果應承嘅話呢，我就買落嚟啦。楊偉嘅老豆終於講出自己嘅條件，呢句說話一講出嚟，德叔同莊睿仲有成老闆，大家就你眼望我眼，然後忍唔住大聲咁笑咗起身。你都成60歲嘅人啦，仲有啲咁嘅心思。好，好，好，我應承你。最後你哋幾個唔好將今日嘅呢件事傳揚出去。德叔一邊笑就一邊對住有啲莫名其妙嘅宋星君姐弟同埋苗菲菲咁講。呢幾個人都岌頭應承咗落嚟。喺佢哋嘅角度嚟睇，呢位楊老闆肯定係唔想錢財露白，先叫佢哋保密嘅。莊睿同德叔就知道楊偉老豆嘅呢個要求，其實就係為咗滿足佢執漏嘅心理。呢幾年裏面佢收嘅物件確實係唔少，錢都抌晒落鹹水海咁滯，但係冇一樣係精品嚟嘅。其實每個城市都有收藏發燒友嘅圈子，喺呢個圈子裏面，邊個藏品多，邊個藏品精，講句嘢都零舍大聲，咁叫做權威性啊嘛。楊偉嘅老豆喺外面雖然係大老闆，但係入到收藏呢個行當之後，3頭2日就走漏眼交學費，所以經常俾圈子裏邊嘅人奚落。佢提出第二個條件，想落就係想將呢件成化鬥彩雞缸杯作為自己執漏所得，喺自己圈子裏邊吹噓一番。佢嘅呢啲小心思，德叔同莊睿都已經估到，所以先笑咗出聲。係啦，老弟啊，你上次做嘅嗰個櫃未掉啊嘛？翻轉頭等我將件瓷器修補好，你咪啱啱放到喺裏面咯，幾有面嘅事啊！德叔亦都唔顧忌有晚輩在場，同楊偉嘅老豆開起玩笑。佢所講嘅嗰個櫃就係楊偉嘅老豆舊年喺城隍廟嗰啲跟屁蟲嗰度買嘅宣德爐，專門而打造嘅一個櫃嚟嘅，上面仲搞幾盞射燈添。睇到幾個人喺嗰邊聚舊，莊睿就細細聲咁將楊偉老豆嘅事咧同苗菲菲佢哋講咗。聽完之後，幾個人都揞住半邊嘴喺度笑。宋星君兩姐弟因為一直困擾住佢哋嘅醫藥費，馬上可以解決啦，面上面亦都露出咗笑容。好啦好啦，我知道我交嘅學費唔少，就唔好喺啲小輩面前奚落我啦。係啦，小莊啊，你問下佢哋想喺銀行轉賬定係現金支票交易？要轉賬嘅話，我叫人陪你去辦。楊偉嘅老豆呢，蝕底多咗，亦都唔在乎德叔打擊佢，擰個頭就問莊睿用咩方式交易。莊睿聽佢咁講咧，就望住宋星君兩姐弟，然後就講現金支票啦，咁就唔使麻煩世伯你啦。得嗱，下次再有好嘢咧，記得留翻俾我啊！你就係俾我個衰仔好，我屋企嗰啲嘢啊，佢3日唔賣2日咧就偷幾件出去賣，正一係敗家仔嚟嘅。楊偉嘅老豆嘅說話令到莊睿都笑咗起身。佢確實喺佢收藏室裏邊攞幾個物件出嚟，
不過攞俾德叔鑑定之後，全部都係流嘢，激到楊偉以後都唔入佢老豆嘅所謂藏寶室啦。莊睿攞過楊偉老豆寫好嘅支票，睇咗眼之後就遞咗俾宋寬。見到宋寬睇咗下，就準備接埋放入衫袋裏面。莊睿一見到就馬上制止佢，支票唔可以咁接噶，如果唔係有時候銀行會拒收。你而家去中國銀行開個賬戶，然後將呢一張支票上面嘅錢轉入你個戶口就得啦。莊睿，多謝你啊！莊睿嘅說話令到宋寬嚇咗一跳，嗱嗱臨將手裏面嘅支票遞俾家姐。宋星君攞過之後，小心咁放入自己嘅手袋裏面，拉住自己嘅細佬企咗起身，對住莊睿深深咁鞠咗一躬。唔好唔好唔好，宋護士你太客氣啦，講到要多謝，我自己要多謝你先。受傷嘅時候，如果唔係你開導我都唔知會點啊！嗱，我哋就唔好互相道謝啦，你哋揸緊時間去銀行將啲錢轉過去，好等你爸爸可以睇病用啊嘛。等我有時間會去醫院睇下伯父噶。莊睿就唔敢受呢兩個人嘅禮，側咗下身讓咗過去。如果唔係認出咗宋星君喺城隍廟嘅時候，其實莊睿就可以揞30萬出嚟將呢個漏執咗，一轉手又係100零萬。不過莊睿冇後悔，今次幫到宋星君，亦都算係還咗自己嘅心願。走啦，我哋繼續行下。等宋星君兩姐弟離開之後，莊睿見到嗰3個老頭子喺一邊呢傾到不亦樂乎，於是佢就帶苗菲菲離開啦。莊睿雖然話喺中海有5、6年嘅時間，不過以前除咗返學就係打工，去過嘅地方真係唔多，更加唔好講周邊嘅蘇州等等嘅地方。第二日一早佢就接咗苗菲菲，兩個人開車去蘇州嘅周莊，好好咁玩咗一日。2日落嚟，苗菲菲就簡直將莊睿當成咗自己兄弟咁。度過咗一個愉快嘅周末之後，莊睿又投入到典當行嘅工作裏面。佢而家嘅職責就大咗好多，唔單止要全盤管理，仲要兼顧住典當行好多資金投資嘅走向，同拍賣行嗰邊嘅業務基本上就交俾黃一定同埋賴敬東兩個。眨下眼就過咗2個月，2個月落嚟，黃一定兩個人將庫存嘅物品就拍出去幾件，成績唔錯。至於拍出嘅物品係真係假，莊睿呢就冇過問，佢已經明文向投資公司建議咗，同拍賣行相關嘅業務都由嗰2個人負責，並且權利同責任亦都係嗰2個人去承擔嘅。德叔啊，你睇下呢段時間收上嚟嘅斷當品，我覺得有啲唔妥啊。喺1日落班之後，莊睿將德叔留咗落嚟，將自己手裏面嘅一張紙遞咗過去，紙上面記錄咗黃一定呢個月落嚟所收取嘅斷當品，上面嘅金額同埋所收取嘅物件，似乎係有啲蹊蹺。好啦，莊睿喺其中發現咗咩問題？呢個黃一定係咪唔老實，從中搞小動作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157章偏當。上回講到差唔多落班嘅時候，莊睿就攞住手上嘅一張紙嚟揾德叔。莊睿遞俾德叔睇嗰張紙上面呢，記錄咗典當行喺過去1年時間裏面黃一定所收取嘅斷當奢侈品嘅數量同金額，數量總共係98件，涉及金額972萬，其中有4件係黃一定走漏眼收落嚟嘅，損失嘅金額係29萬。剩低嘅94件珠寶類奢侈品，通過拍賣同埋自售嘅方式，總共銷售咗出去88件，收翻嚟嘅金額係達到1360萬。總體嚟講，成績都係唔錯嘅。除咗德叔負責嘅古玩項目同埋房地產抵押嘅斷當品之外，黃一定嘅奢侈品業務算係典當行內部比較重要嘅盈利點之一啦。但係自從莊睿就任典當行嘅經理以嚟，喺短短2個月嘅時間裏面，黃一定竟然就收低咗32件典當嘅奢侈品，裏面有15件都係為期1個星期或者2個星期嘅短期當品。而家時間早就過咗去，亦即係話成為咗斷當品。但係琴日賴敬東嚟到莊睿嘅辦公室，講呢15件奢侈品裏面有12件係贗品嚟嘅，
而且將啲物品嘅名單都交咗俾莊睿。莊睿仔細咁研究咗下，呢啲假嘅奢侈品裏面有8件係珠寶首飾，3隻名錶。針對呢11件當品，莊睿琴日晏晝專門同賴敬東去到銀行裏面重新鑑定過，發現的確都係贗品嚟嘅。而王一定對於呢11件贗品嘅珠寶名錶提都冇提過，淨係上報咗一部手提電腦，話係假當。按照王一定嘅講法，佢當時睇到電腦上面貼嘅標籤同埋數據同發票一模一樣，就俾咗5000蚊嘅當金。點知道過咗1個星期嘅當期，電腦變成咗斷當品之後，佢就攞咗個系統軟件去裝，先發現呢台電腦係經過技術偽裝嘅，參數就被拆成咗新型號。好似咁樣假當嘅情況，典當行足足支出咗55萬，亦即係話2個月嘅時間，典當行所收到嘅假當已經遠遠超出舊年1年所收到嘅假當品嘅總額啦。而王一定點解隱瞞唔上報？賴敬東一睇就話假嘅，唔通王一定睇唔出嚟？呢一點令到生性比較敏感嘅莊睿立刻就感覺到呢裏面係有龍撩嘅。過去2個幾月嘅時間裏面，講句老實話，莊睿大部分嘅精力都用咗喺同德叔學習古玩鑑賞嘅知識上，將庫存嘅嗰啲名貴嘅中國傳統玉器首飾，再到李可染、孫雲天等等名家嘅書畫真跡，一都睇過晒。又喺德叔嘅引領之下，見識到唔少中海收藏名家嘅藏品，可以話係大開眼界。對於古玩嘅認知，無論係從理論上定係實踐當中，比起2個月之前，真係不可同日而語。秦軒兵同雷雷喺1個月之前亦都嚟過中海一次，不過時間好短，就係3日啫。莊睿嗰3日就劈低晒啲工作，全程陪同。等呢個秦大小姐真係滿心歡喜，只係可惜劉川唔喺度，唔能夠請走雷雷呢一個電燈膽，令莊睿一親芳澤嘅想法亦都係冇辦法實現。所以呢2個幾月裏面，對於典當行嘅工作，莊睿真係冇點上心。除咗做咗一份投資房地產嘅建議書之外，其餘嘅工作都係交晒俾王一定同埋賴敬東負責。而家睇嚟，自己嘅退讓令到王一定已經坐唔住，行事就越嚟越猖狂啦。德叔睇到紙上面嘅啲數據，面色都逐漸變得凝重。過咗一陣之後，將張紙放咗茶几上面，有意無意咁用自己嘅手指喺上面敲住。德叔啊，以前嘅當鋪裏面有企鬼同埋坐堂嘅，坐堂一般都係當鋪嘅大掌櫃，大啲嘅當鋪裏面甚至有2掌櫃同3掌櫃。呢個物件如果想當出錢嚟，恐怕要經過幾個人嘅手。但係我哋呢度奢侈品嘅鑑定就係王一定一個人講咗算。德叔啊，呢個裏面睇嚟會有啲蠱惑喎。莊睿嘅說話打斷咗德叔手指敲擊茶几嘅聲音。對於莊睿所講當鋪裏面嘅情況，佢自然係比莊睿要清楚得多。而事實上，目前典當行裏面所發生嘅嘢，確實係令到鑑定師佢哋少咗好多制約。騙當！德叔面上面青筋暴現，喺口裏面講出呢2個字，右手將茶几上面嘅紙捉成一團。以佢嘅經驗，睇唔出有問題，咁嗰幾10年真係白過啦。德叔，你先唔好咁激動住，呢件事暫時我哋冇證據。如果講穿晒，王一定死口唔認，我哋都冇辦法噶。最多佢劈炮唔撈。呢件事我哋要慢慢研究下，睇下點樣先可以捉到佢嘅把柄。等佢喺典當行裏邊所呃嘅錢全部嘔翻晒出嚟，咁樣我哋嘅損失先可以降到最低啊！德叔聽完之後面色緩和咗啲。佢係10幾歲就喺當鋪裏邊做跑堂，對於呢一行嘅職守係最為睇重嘅，所以佢對王一定嘅行為係好痛恨。事情就好明白，就係王一定勾結外人，攞一啲假嘅珠寶名錶嚟去換取當金，然後將佢變成咗斷當品之後，再勾結拍賣行裏面嗰啲人，用典當行嘅斷當品嘅名義，將呢啲贗品珠寶銷售出去。咁樣一嚟，物件賣出去啦，
而且從表面上睇，典當行亦都冇咩損失。但係呢件事如果傳出去嘅話，典當行嘅名聲就要臭晒啦。而王一定喺呢個過程裏面仲可以賺到兩筆錢，第一筆就係騙當嘅資金，第二筆係拍賣行拍出去假嘅斷當品之後，佢亦都會有一筆唔錯嘅提成。從目前涉及嘅資金嚟睇，就有50幾萬，呢種誘惑難怪王一定會鋌而走險。小莊啊，呢件事你睇下點處理？如果以前嘅話，呢種食碗面反碗底嘅反骨仔，唔係亂棍打死就係浸豬籠噶啦。而家啲後生仔啊，唉，德叔就有啲怒其不爭嘅感覺。呢個王一定其實係佢一位老朋友介紹過嚟嘅鑑定師，頭嗰年呢做嘢仲係好出色嘅，但係而家手裏面有權啦，馬上就搞起啲歪門邪道，令到德叔嘅面上面呢都有啲無光。莊瑞笑咗下就講啦：德叔，呢件事其實都怪我，如果之前嘅制度冇改動，佢哋都冇權利同拍賣行接觸嘅話，王一定亦都唔敢咁做。等呢件事處理完咗，我會向投資公司遞交份書面報告，而且提出辭職嘅。德叔睇到莊瑞要辭職，嗱嗱臨咧就講啦：小莊啊，咁唔得嘅，呢件事嘅後果都係等我老頭子嚟承擔。大不了顧問唔做，我咪翻屋企退休嘆世界咯。你仲後生，喺呢個崗位上面多啲鍛煉，對你以後係有好處嘅。唔好啦，德叔，你老人家英明一世，唔可以晚節不保嘅。呢件事冇咩大不了，我會處理妥當嘅。而且啊，德叔你都知道我屋企裏邊有幾盤生意都做得唔錯，幾次都打電話嚟催我翻去。我又諗下投資公司嘅領導對我都不薄，我今次都係借呢件事嘅名義辭職嘅啫。莊瑞講呢一番說話，一半係真話，另外一半係借口嚟嘅。姐夫趙國棟嘅修理廠生意啊，確實係唔錯。呢2個月落嚟，扣除啲工資、廠房等等嘅開銷，每個月純利潤有8、9萬蚊。而莊瑞投資嘅本錢基本上呢係收晒翻嚟啦。劉村嘅敖園工程早有完工，佢同周瑞又跑咗一趟西藏，帶翻嚟2隻雄性嘅藏獒同埋4隻雌性嘅藏獒。只係藏獒嘅發情期喺每年嘅12月份，而家劉村就着手準備6月底嘅山西國際藏獒博覽會，準備將鵬城獒園嘅名號一炮打響。佢喺電話裏面呢就真係催咗莊瑞幾次，叫佢到時候呢一齊過去。而真正令到莊瑞下定決心辭去典當行工作嘅，係嚟自宋軍嘅一個電話。喺電話裏面，宋軍邀請莊瑞參加6月初喺平洲舉辦嘅一個翡翠交易會。莊瑞到而家都仲掛住發生喺南京玉石展銷會上面嘅嗰一幕，心裏面亦都想見識下更加大嘅翡翠交易市場。當時喺電話嗰度呢，就答應咗落嚟啦。但係莊瑞一計下時間，6月初要去廣東平洲，月底又要去山西參加藏獒博覽會，咪等於成個6月份都唔可以喺中海。與其啱翻工冇幾個月就請長假，不如乾脆就辭職唔做啦。反正呢2個月裏面，佢填鴨咁補充咗唔少古董鑑賞嘅理論知識，再遇到一啲場合，亦都唔會怯場。咁你準備點處理呢件事呢？德叔知道莊瑞早就志不在此，亦都冇出言挽留。呢2個月裏面，德叔已經將自己沉浸喺古玩幾十年嘅經驗同體會全部教晒俾莊瑞，剩低嘅就只能靠莊瑞佢自己以後多啲接觸各類嘅古玩實物。而德叔呢邊呢，似乎就冇咩再可以教佢啦。德叔啊，你睇下呢個視頻先。莊瑞坐到自己辦公室嘅台前面，將電腦屏幕向德叔嗰邊方向呢就移咗一下。嗱，你睇下呢個女人一共出現咗15次，有11次係出現喺典當行嘅接待室裏面嘅。德叔你睇下，佢手裏面攞住嘅係一隻錶，另外嘅一啲鏡頭攞嘅都係啲假當嘅物品，仲有4次
喺典當行門口嘅攝像機嗰度拍攝落嚟嘅。德叔，你再睇下呢個鏡頭，呢個女人旁邊嘅男人係咪黃一定？其實就呢一啲就足以證明係有問題嘅。黃一定勾結外人，將贗品珠寶用嚟呃典當行嘅當金，已經觸犯咗法律。我哋完全係可以報警嘅。莊睿指住電腦裏面從攝像機移過嚟嘅畫面，叫德叔一一咁睇下。佢亦都想通過法律嚟解決呢個問題。黃一定嘅行為已經構成咗詐騙罪。呢啲錄像雖然唔能夠成為證據，但係作為報警所用嘅依據，完全係可行嘅。報警？德叔諗咗下，緩慢咁搖咗下頭啊。咁究竟點解德叔會喺呢個時候擰晒頭咁呢？中間又有啲咩難言之隱？而跟住落嚟，黃一定嘅呢個違法行為，莊睿又會點樣處置？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第158章，有事揾警察。上回講到，莊睿同德叔商量係唔係要報警處理黃一定涉嫌騙當嘅行為。當時德叔睇完監控之後，起勢咁搖頭。咁最終佢哋嘅決定又係點呢？我哋暫且按下不表。話分兩頭，莊睿呢個時候就已經約咗苗菲菲出嚟。苗警官，你唔好掛住食先啦。我今日揾你嚟係要向人民警察反映情況嘅。莊睿睇住正對住佢坐嘅苗菲菲，起勢咁飲，起勢咁食，佢都覺得有啲無奈，就係諗唔明白呢個丫頭點解每一次都食咁多，但係身材就係保持得咁好噶噃。呢2個月以嚟，苗菲菲將莊睿屋企當成咗自己飯堂，時不時過嚟黐餐。不過苗菲菲嘅人呢，亦都好大氣，3日唔係2日呢，就會請莊睿呢食翻餐好嘅。2個人嘅相處就好似兄弟咁，搞到楊偉每次見到佢2個一齊，都大叫佢哋有奸情。至於宋星君，得到莊睿幫佢賣咗隻雞缸杯，手上面有錢之後，佢爸爸嘅病情亦都得到控制，而家逐漸好轉啦，令到宋星君對莊睿十分之感激。冇事嘅時候都會買啲菜去莊睿屋企幫佢煮飯，咁樣一次生就2次熟。宋星君同苗菲菲亦都做咗好朋友，2個人呢就時不時結伴嚟到莊睿屋企。不過今日呢，宋星君就唔喺度，係莊睿單獨邀請苗菲菲嘅。你點解唔按正常嘅渠道報警啫？揾我嚟做咩啊？我就係個交警仔啫。苗菲菲飲飽食醉之後，好滿意咁抹咗下嘴，拍下自己個肚，睇住莊睿呢就咁講：得，你就講幫唔幫？唔幫呢，我就打110，話屋企嚟咗一個黐飲黐食嘅人。小莊子唔錯喎，識得威脅人啦。苗菲菲揮舞一下小拳頭，不過呢就冇真係打落莊睿嘅身上面。原因呢就唔難諗，畢竟莊睿屋企有隻小白獅喺度。上次苗菲菲同莊睿開玩笑嘅時候，着嘅嗰條裙就俾小白獅撕成咗旗袍裝，亦都因為咁，莊睿有一次大飽眼福嘅機會啦。你對眼喺邊度睇啊？因住我挖佢出嚟啊！而家已經進入到6月啦，天氣變得好炎熱。苗菲菲呢個時候身上面着住一件緊身而且有啲短嘅 T 恤，下身呢着住條低腰嘅牛仔褲，一伸懶腰啊，霎時間雪白到冇一絲贅肉嘅腹部就全部顯露出嚟，令到坐喺佢對面嘅莊睿一覽無遺。又唔係未睇過？你講咩話？再講一次？冇嘢，我話你真係好胃口啊！成台嘅餸菜都俾你一掃而光。莊睿細嘅時候，佢媽媽經常幫啲學生係加班補課，佢同家姐呢亦都練就出一副嘅好廚藝。楊偉喺苗菲菲手裏面攞翻駕駛照嗰日，莊睿就親自下廚煮咗幾道小菜。苗菲菲自從嗰次食咗莊睿煮嘅菜之後呢，就經常買埋餸上嚟，就嗌莊睿煮。楊偉啊，自然唔放過機會上嚟黐餐啦。嗱，俾你睇下，翻轉頭呢，就俾啲專業意見我，唔好成日喺我面前吹水，話自己刑偵專業出身，攞啲真材實料出嚟。
莊睿遞俾苗菲菲一份資料，自己起身去收拾啲碗筷。呢一度呢，佢淨係招呼過4個人，除咗苗菲菲同埋楊偉2個吃貨之外，就係德叔啦。咁飯後洗碗嘅嘢，自然都係佢包晒啦。莊睿，呢個叫李霞嘅女人，你有冇留佢詳細嘅資料啊？既然佢同目標有過咁多次嘅接觸，直接捉住佢，戳佢幾下，咁咪得咯。呢件事你要揾刑偵支隊嘅人去辦啊。苗菲菲睇住莊睿俾佢嘅資料，都不自覺咁皺起眉頭。從呢個叫做李霞嘅女人同嫌疑人有多次接觸嚟睇，應該就係一起內外勾結騙取當金嘅案。呢種案件要交俾啲老刑偵去辦，不出3日就可以水落石出啦。唉，苗格格啊，苗格格，呢件事如果可以報警，我仲揾你做咩？我係想你私人出面，將呢個女人控制住，從佢口裏面套出啲證據。我知呢件事係有啲難為你噶啦，不過咁先能夠顯示出你嘅能力啊。莊睿一邊拍住馬屁，一邊將洗好嘅菩提子等等嘅水果都搬晒出嚟。開講有話，雞髀打人牙較軟，你嗌人辦事，精神物質雙重鼓勵先得噶嘛。其實最開始莊睿亦都傾向於報警嘅，呢件事就應該交俾專業嘅人士嚟處理。但係德叔考慮咗一大輪之後，都係覺得先由內部處理，因為呢件事如果傳咗出去，影響實在太大，唔單止令到普羅嘅市民、消費者對典當行產生唔信任，就算係拍賣行，亦都難辭其咎。咁樣一嚟，莊睿同德叔以及佢哋所在嘅典當行就會成為行業嘅公敵啦。所以德叔同莊睿商量咗之後，決定先由嗰個簽名為李霞嘅女人先入手。攞到王一定勾結外面騙當嘅證據之後，就唔怕王一定唔承認啦。諗落喺退莊同坐監之間，佢都會做出個聰明嘅選擇嘅。再加上德叔嘅人脈，日後將呢件事傳到圈裏面，恐怕呢個王一定除咗去國外，留翻喺國內，基本上都冇得撈嘅。因為唔論係咩嘢行業，對於呢種食碗面反碗底嘅人係永不錄用嘅。哼，知道我犀利呢？呢件事其實都唔係好難嘅，不過小莊子，我幫咗你，你點樣多謝我先？苗菲菲同莊睿呢份資料裏面就可以睇出嚟，作案雙方都唔係啲咩老手，到處係破綻。從呢個女人入手，應該好容易就可以打開突破口嘅。呢2個幾月裏面飲我嘅食我嘅仲少咩？你都係時候幫我做啲嘢啦。以後你想幫我都冇咩機會啦。處理完呢件事之後，我就會向公司辭職嘅。莊睿把聲有啲低沉，呢份工作係佢畢業之後做得最長嘅一份工。雖然決心已經落咗，但係心裏面仲有啲唔捨得。尤其係德叔呢個忘年之交，令到莊睿受益匪淺。咩話？你要辭職？呢件事又唔關你事嘅，你做咩要辭職啊？我幫你處理好咪得咯。苗菲菲嘅反應好劇烈，大大出乎咗莊睿嘅意料之外，十足十好似佢自己犯咗錯要引咎辭職一樣。辭職呢個諗法我早就有噶啦，呢件事算係一個借口。我媽媽年紀大啦，以後可能會喺鵬城留嘅時間更加長一啲。當然，中海呢度我都有間屋，以後會經常嚟嘅。莊睿呢句說話唔知道係解釋俾苗菲菲聽呢，定係安慰自己。按照佢以前嘅諗法，點都要喺典當行做過1-2年，然後先自己出嚟闖。冇諗到就2個月，咁就話要走。早知如此，佢就唔買呢間屋啦。走啦走啦，反正呢段時間之後我都返北京啦。小莊子，以後我哋見面嘅機會就好少啦。苗菲菲嘅情緒有啲低落，佢喺中海除咗莊睿之外，幾乎係冇朋友嘅。自從認識咗莊睿之後，佢嘅業餘生活亦都豐富咗起身，經常落班就拉住莊睿唱 K， 周末就喺周邊城市旅遊，令到苗菲菲呢2個月幾乎忘記咗要返北京嘅事。而家一聽莊睿話要走，心裏面有啲唔捨得嘅感覺。使咩搞到咁傷感啊？北京我以後都經常去噶，有可能仲會住一段時間添。到時候你係地頭蛇，就要好好款待我喎。
聽到苗菲菲要返北京，莊睿都好高興。孤身一個女仔喺中海，又冇咩朋友，確實好可憐嘅。所以呢2個月以嚟，莊睿對苗菲菲都好包容。你講嘅係真噶？嗱，唔好呃我啊！苗菲菲一邊講，嗰對眼呢就好似發光咁。梗係真啦！我去北京啊，黐你飲，黐你食，準備劏你一餐噶啦。我點解唔去啫？莊睿笑住咁講到，佢話喺北京嘅打算其實都係德叔建議嘅。點解呢？因為德叔所教俾莊睿嘅嘢，大多數都係佢自己10幾年嚟摸索出嚟嘅經驗，但係喺理論知識上面，德叔都有啲力有不逮。好多物件可以講出真假，但係更深層次嘅歷史背景，德叔就講唔出嚟。所以德叔建議莊睿去讀過北京大學嘅考古專業研究生。話說呢個北京大學考古學科係創建喺1922年，係我國喺呢個領域唯一嘅重點學科，擁有一批學術造詣深、教學水平高嘅教授同埋副教授，考古教學同埋科研水平都喺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喺國際上面亦都有好大影響力。德叔雖然係半路出家，不過佢有啲朋友喺北大任教，所以德叔都推薦莊睿呢去考佢啲老朋友嗰啲學科嘅研究生，諗落佢啲朋友都會俾翻幾分薄面佢嘅。莊睿對報考北大研究生呢就好有信心，雖然佢文科稍微弱一啲，但英文好啊。喺國內教育體制嘅關係，好多各水類嘅專業招考研究生都被卡住喺英文上面，所以一位著名嘅國畫大師憤而喺大學裏面辭職。莊睿呢就唔擔心呢點。得啦，呢件事我幫你辦，但你記住欠我一個人情喎。苗菲菲攞喺台上面嘅資料放咗入自己嘅背包裏面。送走咗苗菲菲之後，莊睿又望下自己住咗2個幾月嘅屋，心裏面都有啲唔捨得。呢度嘅環境比彭城嘅屋企好好多，佢自己亦都暗自落咗個決定，返到彭城之後一定要買翻間更加好嘅屋。而家莊睿身上面又有接近900萬嘅現金。唐伯虎嗰幅李端端圖，宋軍為咗個意頭就俾咗888萬，令到莊睿嘅袋裏面突然間呢又充沛咗好多。我話小莊啊，你嗰個爛鬼經理仲唔捨得掉啊？揸緊時間，我喺彭城等緊你噶。呢頭諗起宋軍，嗰頭宋軍嘅電話就嚟啦，就係叫莊睿快啲處理完中海嘅事。而家已經5月底，6月5號喺平洲嘅翡翠原石交易就開始。宋軍今次係準備充足，籌集咗唔少資金，準備去大殺四方嘅。我知啦，宋哥，耽誤唔到你發達嘅，放心啦。應付咗宋軍幾句之後，莊睿點咗支煙，行咗去露台嗰度。呢個王一定騙當嘅事情，一定要盡快解決先得。好啦，跟住落嚟又會點樣去解決王一定騙當嘅事呢？我哋留翻下回再講。第159章東窗事發。上回講到莊睿拜託苗菲菲幫佢搜查王一定騙當嘅行為。呢個時候王一定做緊咩呢？那妹子那，那妹子那，那妹子那妹子那不怕。王一定個口裏面就唱住歌，停好咗自己啱啱買咗冇1年嘅本田飛度。查實呢部車佢越睇就越唔順眼，排氣量太細，而且係2廂車，唔夠氣派。前幾日佢先同嗰個叫李霞嘅去咗一趟車展，睇中咗一款別克君威，大概要20幾萬。王一定就心諗，自己換咗車之後，將而家嘅呢部本田飛度送咗俾阿霞算啦。諗起阿霞，王一定個口裏面又不自覺咁哼起咗《辣妹子》呢首歌。頭先都提到過，呢位阿霞就係叫做李霞，係個四川人，大學畢業之後就留咗喺中海做嘢，只不過係個普通文員嚟啫。喺一次偶然嘅機會裏面，王一定就認識咗阿霞，喺嗰陣時開始就對佢展開咗熱烈嘅追求。只係而家啲女仔似乎都好現實，
尤其係漂泊喺中海呢種國際大都市嘅女人，學識相貌人品喺佢哋眼裏面好重要咩？好重要。不過只要你有錢，上面呢啲條件都可以放寬一啲，甚至乎係取消咗佢。講翻轉頭，王一定嘅年薪都有10幾萬，喺中海算係個唔錯嘅高級白領。只係佢喺國外翻嚟冇幾耐，使錢大花筒，到而家只係開住部10零萬出頭嘅車，仲係租住緊一間屋嘅。所以對自己嘅容貌仲係好自信嘅李霞就冇將王一定列為1號男朋友，亦即係話王一定嘅資產唔足以令到李霞放低對佢學識相貌以及人品等等方面嘅要求。交往咗半年幾，錢都使咗唔少，但係王一定連李霞隻手都未掂過幾次，就唔使講話更進一步一親芳澤啦。呢一點令到一向都自以為英俊瀟灑、年少多金嘅王一定好鬱悶。不過兩個人嘅關係喺1個幾月前有咗根本性嘅改變，更加幾日前有咗突破性嘅進展。每次諗到呢度啊，王一定啊都不自覺咁咪咪嘴笑，嘴角含春呢就係佢咁嘅樣啦。晚上要阿霞煲個水魚燉雞湯，等我好好補下先。王一定邊諗就邊揞出部手機打個電話，不過電話裏面就傳嚟咗對方無人接聽嘅語音。呢個時候王一定就皺咗下眉頭，唔通係琴晚操勞過度，阿霞而家仲瞓緊覺？睇下手機上面嘅時間，已經係8點半鐘咯，自己已經遲到咗半個鐘頭。王一定就嗱嗱臨落車行返入典當行裏面，見到衰玲仲撩佢傾偈添。而家搞掂咗李霞之後，佢對衰玲嘅興趣就大減。不過每日總係要花啲時間撩下女仔嘅，所謂有便宜唔使頸，就係王一定呢種人啦。上午都冇咩事做，中午要請拍賣行嘅老身食飯，敲定係下周嘅拍品。點解仲唔聽電話嘅？王一定坐喺辦公室裏面翻睇住自己嘅記事簿，隨手又打個電話俾李霞，仲係冇人聽。心裏面呢就有啲嬲嬲地啦。查實王一定呢個人心胸好狹窄，佢叫李霞辭一份工之後，當佢好似寵物咁圈養嘅起身，每日要同佢講幾個電話先叫安心。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呢個就係對自己極度唔自信嘅表現。當然，王一定將呢一種係認為對李霞嘅關心嚟啫。老身真係夠黑啊！又敲詐我2條中華煙，翻轉頭啊，我睇下張發票入賬報唔報到銷先。反正嗰個所謂經理都好少睇啲嘢嘅。中午飲到醉醺醺嘅王一定啱啱行上2樓，就見到喺斷檔區嘅營業員小麗，然後伸手喺褲袋度揞咗張50蚊出嚟，對小麗就大聲講咯：小麗妹妹，幫王哥去買支飲料啊，礦泉水飲到冇味啦。王一定將錢塞俾小麗，然後喺佢手上面摸咗一大輪，抽晒水咁，跟住就哈哈大笑，向自己嘅辦公室行咗過去。王鑑定師，你過嚟一下，我哋開個會啊！隨住王一定嘅笑聲，莊瑞辦公室嘅門亦都被打開咗。莊瑞企喺門口向王一定入咗下手，王一定就打咗個 CA， 醉眼朦朧咁望住莊瑞，然後好唔爽咁講：冇事啊，開咩會啊？我啱啱陪客戶食完飯，唉，冇辦法啦，啲客戶太熱情啦，係都要灌我飲咗幾杯。莊經理啊，如果唔係啲咩重要嘅嘢，我翻去瞓一陣咯。莊瑞聽佢咁講，就皺咗下眉頭。佢從嚟未見過好似王一定咁做錯咗事，心裏面仲一啲都唔驚嘅。睇咗一眼喺手裏面攞住50蚊都有啲不知所措嘅小麗，莊瑞呢就壓低咗自己嘅怒火，好平靜咁講：你都係過嚟一下啦，有啲事要問你嘅。講完之後，莊瑞禮頭就入翻房裏面。聽到莊瑞說話之後，王一定似乎呢就清醒翻啲，跟住莊瑞嘅身後面行咗入去。哎喲，德叔你都喺度啊？賴老弟，聽講你前段時間收咗幅國外嘅油畫，仲要係20世紀初期嘅喎。嗱，你唔夠朋友吓，都唔攞嚟俾老哥我欣賞下。今日老身講咗我先知啊。莊經理啊，
有咩事你快啲講啦，等一陣話唔定又有客戶嚟啦。王一定行入經理室，睇到德叔同賴敬東都坐咗喺裏面，嗱聲同兩個人打招呼，然後一個囉柚得落個梳化度，上下眼皮一直喺度打交，想話向後挨一挨啦，恰翻陣。呢樣嘢你先睇下，我諗你需要俾典當行或者投資公司一個解釋啦。莊瑞都費事同佢廢話，直接攞出嗰張列舉咗王一定收取假當物品嘅名單，擺喺梳化前面嘅茶几上面，兩隻眼起勢咁及住王一定。咩嚟㗎？王一定都未意識到自己嘅行為已經東窗事發，好隨意咁攞起張紙睇咗一眼，原本係眯成一條線嘅眼，突然間就擘到有咁大得咁大，滿面嘅酒意霎時間清醒咗一大半。莊經理，你咩意思啊？呢張紙上面寫嘅物件都係我最近收翻嚟嘅當品，你哋張單俾我做咩啊？王一定一邊講，嗰隻手起勢仰住張紙，扮晒嘢咁起勢質問莊瑞，眼裏面閃過嘅嗰一絲慌亂就俾一直及住佢嘅莊瑞捕捉到啦。睇住王一定拙劣嘅表現，莊瑞就懶得同佢兜圈，開門見山就講啦：王鑑定師，大家同事一場，我俾個機會你，你自己講出嚟，呢個領導責任由我嚟孭，如果唔係嘅話，後果自負。講咩啊？我按規矩收取當品，就算呢啲係假當，我都唔知噶，我都係受咗蒙騙嘅，你要我講咩啫？王一定把聲提高咗好多，不過喺莊瑞佢哋睇嚟，呢一種係掩飾心虛嘅表現。啪！莊瑞右手重重咁拍喺台上面，身體隨之而企咗起身，睇住王一定就好大聲咁喝斥佢：王一定，機會俾咗你啦，你再迷途不返就唔好怪我唔念及同事嘅情義。我冇話呢啲物品係假當噶，你當時冇鑑定出嚟係假當，而家點解又講啲咁嘅說話？王一定又將手裏面嘅表格仔細咁睇咗一下，上面只係列舉咗嗰11件假當物品嘅典當時間同埋涉及金額，就冇講明係假當物品。自己頭先係心虛講漏咗嘴，有咩好講啫？就係收咗幾件贗品珠寶。講翻轉頭啦，我收呢啲物品嘅時候，都係按照真品嘅1/6價格收取嘅。到時候拍賣行一拍賣，馬上就可以賺翻至少80%，一來一回，典當行仲可以創造利潤添。王一定睇呢件事瞞唔落去，開始為自己揾藉口，或者佢心裏面真係咁諗嘅，越講仲越得意，好似佢做呢啲事都係為典當行着想咁。至於假當嘅當金，自然係隻字不提啦。聽到王一定嘅說話之後，德叔嬲到面都發青，賴敬東喺旁邊就幸災樂禍，而莊瑞呢就俾王一定講到係笑咗起身。呢一位仲係國外學成歸來嘅碩士研究生，居然係咁樣嘅一個法盲嚟嘅。以前莊瑞睇過一個笑話，講嘅係一對博士夫妻結婚3年冇細路仔，去醫院一檢查，夫妻兩個人身體都健康，咁呢件事就有啲蹊蹺啦。最後一位老醫生就問咗幾句夫妻同房嘅說話，咁先知道3年裏面兩公婆所謂嘅性愛，只不過係瞓喺一張床上面，其他冇任何實質性嘅身體接觸。呢一下令到在場所有人都係大跌眼鏡。睇嚟呢一個喺國外浸過鹹水嘅王鑑定師，對於法律嘅知識了解，同嗰對夫妻對於人體生理知識嘅了解相差無幾啊！王一定，你攞嘅係中國護照係嘛？莊瑞突然間拋出個咁嘅問題，係咁又點啊？王一定就有啲莫名其妙啊！咁就得啦，中國嘅法律對你好適用。我同你講一下刑法關於詐騙嘅相關解釋啦。刑法第266條，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係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嘅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數額特別巨大或者特別嚴重情節嘅，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詐騙主要係指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嘅方法騙取公司財物嘅行為。係啦，黃鑑定師，我再提醒你一句，個人詐騙公司財物20萬以上，屬於詐騙數額特別巨大。至於你適用以上邊一條，你自己可以對號入座啊。隨住莊睿嘅說話，王一定嘅身體不由自主咁震咗起身，原本飲到滿面紅光嘅面上就變得蒼白無色，眼裏面全部都係驚恐嘅表情。莊經理啊，德叔，我真係唔知道呢啲嘢係假㗎，你哋要信我啊！我可以就呢件事做出檢討，我可以向投資公司提出辭職，但係我真係冇詐騙嘅意圖啊！王一定大聲咁為自己申訴咗起身，對頭先莊睿講嘅指控，佢一概唔承認。佢呢種人食咗落肚嘅，又點會想話嘔翻出嚟？就算而家自己辭職，都賺夠咗50幾萬，典當行喺中國大把啦，隨便換個城市再揾一間，一樣可以繼續揾飯食噶。莊睿心諗，王一定呢個人唔見棺材又唔流眼淚，攞住個手機就打咗個號碼，然後講一句說話，都唔使2分鐘，經理室嘅門就被推開咗，係苗菲菲。佢着住一身整齊嘅警服行咗入嚟，攞住一支錄音筆同埋一份口供就擺咗喺莊睿佢哋面前。佢對眼係咁掘咗莊睿一眼，為咗攞到呢2樣嘢，佢係使咗唔少人情牌嘅。多謝警官，麻煩警官啦，你先去會議室坐一陣，我呢度再做下嫌疑人嘅工作。我哋係本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嘅原則啊嘛。莊睿企咗起身，扮成一副公事公辦，我唔識你嘅樣，將苗菲菲送咗出去。但係喺其他人唔為意嘅時候，莊睿對住苗菲菲係豎起咗大拇指嘅。自從苗菲菲行入嚟辦公室之後，王一定強作鎮定嘅面上就已經無比慌亂。等到莊睿將苗菲菲送出去，王一定對眼更加係起勢咁望住辦公台上面嘅2件物件，大把嘴呢就起勢咁合埋，諗落仲係存在住僥倖嘅心理。呢啲嘢你自己睇下，睇完之後仲需要聽錄音，我可以滿足你。莊睿將辦公台上面嗰份口供掉去王一定面前。呢份口供同埋錄音筆裏面嘅內容喺中午嘅時候佢就已經睇過晒、聽過晒噶啦，亦都因為咁俾苗菲菲劏咗佢一餐。當時同台嘅仲有苗菲菲幾個幫手嘅同事，而家之所以叫苗菲菲將呢啲證據送過嚟，就係想威脅一下王一定啫。我交代，我抵死，我全部都交代啦，唔好捉我去坐監啊！德叔啊，你要救下我啊！莊經理，我真係唔知道咁係違法噶。王一定睇住張紙上面李霞嘅口供，仲有鮮紅嘅手印以及李霞嘅簽名，王一定嘅精神世界終於崩潰啦，眼淚鼻涕一齊流咗落嚟，拉住喺身邊嘅德叔就好似捉住救命稻草一樣，直情就喊咗出聲。好啦好啦，喊乜嘢啊？德叔一聲厲喝，打斷咗王一定嘅聲音。頭先冇叫警察帶走你，就係俾你一個機會，喊咩啫？將件事原原本本交代清楚，將啲贓款退翻出嚟，我老頭子向你幫莊經理求情。德叔嘅說話令到王一定嘅情緒穩定咗啲。喺睇到莊睿岌頭之後，佢先相信之前莊睿所講嘅說話係真嘅。王一定今年先啱過30。佢唔想踎個10年監再出嚟享受人生，於是乎就1、5、1、10將佢騙當嘅過程一一交代清楚。其實喺莊睿啱啱做上經理嘅時候，王一定就冇呢啲歪心思嘅，佢只係想點樣同拍賣行合作，將自己舊年走漏眼收低嘅幾個假當嘅物品拍賣出去。點知道舊年嗰4件假當珠寶嘅拍賣出乎意料之外嘅順利，
冇任何人對於當品嘅真假提出異議，令到王一定除咗攞到一筆唔錯嘅提成獎金之外，心裏面嘅貪念就越嚟越膨脹啦。王一定喺回國之前，曾經喺澳門玩過幾鋪。大家都知道，澳門係世界聞名嘅東方賭城，同佢相伴嘅就係嗰度發達嘅典當行業。王一定由於職業原因，去行過幾間典當行，睇中咗幾件製造幾乎可以話以假亂真嘅贋品珠寶首飾同埋名貴手錶，就用好低嘅價錢將佢買咗落嚟。按佢當時嘅諗法，手錶係俾自己充撐場面嘅，而嗰啲珠寶自然係留住以後溝女用噶啦。但係同拍賣行嘅合作，令到王一定重新估量咗呢啲贋品珠寶名錶嘅價值。於是佢就揾到李霞，叫佢將嗰啲假嘅珠寶同埋手錶攞嚟典當行去換當金。最初嘅時候，李霞唔知道呢啲珠寶同手錶都係假嘅。王一定只係話自己喺嗰度做嘢，唔方便對自己攞去嘅嘢做估價，所以先叫李霞幫手。原本以為王一定只係個小白領嘅李霞，冇諗到佢居然有咁多名貴珠寶，當堂就唔同晒面口，芳心暗許，令到我哋嘅王鑑定師就可以話係名利財色都係兼收嘅。李霞見到真金白銀嘅幾十萬攞咗翻嚟，對王一定啊更加係傾慕不已。呢個年頭能夠揾錢，理得你啲錢係點嚟嘅啫？喺大多數人眼裏邊，唔偷唔搶就唔係犯法啦。王一定的確都係咁諗嘅。莊睿嘅放權，令到佢有機會通過拍賣行去處理自己手頭上面嘅贋品珠寶同埋手錶。通過拍賣呢個環節，典當行可以從呢啲假嘅珠寶身上得到比支付出嘅當金仲要高幾倍嘅資金，而拍賣行就可以得到一筆唔錯嘅佣金。至於王一定本人食晒幾家茶禮，就肯定係豐收啦。諗出咁樣嘅一舉三得嘅好橋，曾經令到王一定呢就得戚咗好幾日。只係佢萬萬冇諗到，居然有東窗事發嘅一日。紙係包唔住火嘅，王一定呢單嘢最終就通晒天。佢自己為咗唔想鋃鐺入獄，就只能夠一五一十從實招來啦。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王一定今次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好啦，呢件事暫告一段落，跟住落嚟又會有啲咩事喺莊睿身上發生？我哋留翻下回再講。第160章醉酒。上回講到莊睿當住德叔賴敬東嘅面拆穿咗王一定騙當嘅行為。王一定為咗避免牢獄之災，只能夠老老實實咁將所有事件嘅經過一一交代。咁呢件事呢，就暫且按下不表。呢個時候又睇下喺莊睿嘅屋企發生啲咩嘢咯。砰！咔嚓！坐喺客廳裏面嘅莊睿聽到喺廚房傳嚟咗個聲音，佢隻眼角起勢咁跳動，心裏面好後悔啊！點解就應承俾個大小姐入廚房呢？阿睿啊，呢個係第8隻碟啦嘛？你屋企碟夠唔夠噶？你講啦，佢翻轉頭會唔會因為啲碗碟唔夠，就將個飯煲直接拎上嚟啦？楊偉呢個時候攞住個電視機遙控器，起勢咁調住台，嗰把口就好關心咁慰問住莊睿，但佢所講嘅說話點都聽落有一股幸災樂禍嘅味道。你同我收聲啦！如果唔係翻轉頭，我打電話俾楊叔，同佢講嗰個漢代玉人仕女像係俾你個衰仔偷梁換柱留低落嚟嘅贋品。莊睿呢就掘咗楊偉一眼，然後就窒翻佢轉頭。話說楊偉老豆嗰件漢代玉人仕女像係佢收藏裏面為數唔多嘅珍品之一，一向都愛護。不過楊偉之前呢就手頭緊，去打自己老子主意嘅時候，唔小心將嗰件物件呢就整跌咗落地。事後楊偉驚自己嘅老豆發現，就託莊睿使咗幾百蚊買咗嚿劣質玉石，揾人睇住張相，重新雕琢咗個，又放翻喺佢老豆收藏室嘅展架上面。過咗1個幾月啦，
居然都冇被發現。嘿嘿，你都係共犯，告我狀，你走得甩咩？唔講嗰樣嘢啦。阿瑞啊，你發唔發現啊？呢兩個女人好似對你都有啲意思噃，你睇中邊個呢？楊偉就劈低咗手上面嘅遙控，控埋去莊睿嘅身前面，一面淫蕩嘅表情。你就唔好咁庸俗好唔好？朋友，知唔知道？我哋都係朋友嚟噶。莊睿嘅回答就非常之義正言辭。切，呃鬼食豆腐咩？三更半夜周圍去幫人買裙，仲話朋友炮友啊，差唔多。楊偉一面鄙視咁望住莊睿。上次小白絲將苗菲菲條裙撕爛之後，嗰陣時不過就8點零鐘。莊睿打個電話問咗下楊偉邊度有女人服飾賣，呢個把柄就俾楊偉捉住喺自己手裏面，時不時攞出嚟一窒啊莊睿。砰！唉，第9隻啦。莊睿好無語咁望住廚房，佢唔知道苗菲菲究竟要打爛幾多隻碗碟先肯行翻出嚟。今日係莊睿辭職離開典當行嘅第3日，啱啱係周末。苗菲菲同宋星君一齊過嚟，話要喺莊睿離開中海之前整翻餐好嘅慰勞下佢。就冇諗到兩個人一入到廚房，莊睿屋企嘅碗碗碟碟就全部遭殃。王一定騙當嘅嗰件事，其實喺1個星期之前就解決咗。呢件事最終冇報警，係由王一定退翻晒所騙取嘅贓款作為一個了結，而佢本人亦提出辭職。早莊睿3日離開咗典當行，聽講離開埋中海。至於係咪出國，莊睿就冇仔細打聽。不過佢知道王一定為咗退贓款，將自己嗰部車都賣咗，而嗰個李霞好快就投入到其他男人嘅懷抱，令到王一定最後呢係人財兩失啊！莊睿辭職亦都冇引起咩波動。本身佢就任典當行經理呢件事，喺投資公司就有唔同嘅意見，由於德叔嘅大力支持，先得以上位。而家佢辭職之後，啱啱好吉咗個位出嚟安排其他人，除咗德叔之外，都係皆大歡喜嘅。新任經理喺莊睿辭職嗰日就走馬上任啦。德叔本嚟係要卸甲歸田，辭去典當行顧問嘅工作，只係而家典當行裏面青黃不接，而且又缺少鑑定師。所以德叔就勉為其難再做一段時間。莊睿臨走嘅時候，本嚟想將嗰套朱可心嘅紫砂茶具送俾德叔嘅，不過德叔堅持唔要，最後以50萬嘅價格將佢買咗落嚟，咁就令到莊睿銀行存款又增加咗唔少。至於呢一次典當行嘅變動裏面，最為失落嘅人，可能除咗王一定之外，就要數賴敬東啦。呢一位揭發王一定騙當嘅主要功臣，原本以為莊睿離職之後，呢個經理嘅位就非佢莫屬，冇諗到又從投資公司空降咗一個經理落嚟，令到賴敬東都有啲心灰意冷，萌生咗辭職嘅念頭。不過呢啲都同莊睿冇咩關係啦，中海嘅嘢都基本上處理妥當，除咗呢間屋同埋幾個朋友之外，佢喺中海就冇任何嘅瓜葛。而且後日就要開車前往廣東參加喺平洲舉辦嘅翡翠原石交易會，令到莊睿喺有啲失落嘅同時，心裏面亦都莫名興奮。宋軍口裏面嘅大場面，佢都非常之向往啊！原本同宋軍約定係先返鵬城嘅，然後再一齊坐飛機去廣州。不過莊睿諗咗一下之後，都係決定由中海開車前往廣東。一嚟係唔捨得將白絲留喺鵬城，二嚟係因為楊偉。楊偉聽講莊睿要去廣東賭石，佢自己仲興奮過莊睿，纏住佢好幾日，話點都要一齊前往，而且仲打咗電話俾喺廣東嘅老四，三兄弟準備喺廣東聚首，令到身在北京同陝西嘅老二同老三都不知幾咁羨慕。講翻轉頭，劉川自從賣咗嗰塊翡翠名料之後，呢段時間真係財大氣粗，佢將鵬城嘅寵物店轉讓俾李冰，只係保留咗周瑞30%股份，然後將精力都投入到獒園上面。呢幾個月嘅時間裏面，劉川同周瑞參觀咗國內唔少嘅獒園，
對於彭城敖縣以後嘅發展有咗好清晰嘅目標。而周瑞呢段時間就唔係好忙，莊睿出於對楊偉車技嘅極度唔信任，佢就打電話俾周瑞，要佢陪自己去廣東一趟。今晚嘅火車估計聽日一早就會到達中海，唞翻一日之後，啱啱好就可以趕往廣東啦。好啦，上菜啦！苗菲菲把聲聽喺莊睿同埋楊偉嘅耳裏面，就不亞於天籟之音。為咗食呢一餐飯，佢哋兩個從晏晝嘅5點幾一直等到而家，新聞聯播都做完半個幾鐘。苗菲菲仲將屋企裏邊能夠食嘅嘢都收埋咗起身。莊睿同楊偉個肚早就打晒鼓啦。番茄炒蛋、紅燒鯽魚塊、東坡水蒸豬踭、臘肉炒竹筍、小雞燉蘑菇。苗菲菲同宋星君就好似跑堂咁，將廚房裏面嘅餸菜搬上嚟，報出菜名，更加令到莊睿同楊偉食指大動，攞住筷子坐喺餐台旁邊，擺出一副準備戰鬥嘅架勢。不過啲菜一上台，佢哋兩個就睇到眼都擎埋。唔好食住，唔好食住，我咁大個女都第一次整一台好嘅餸菜出嚟，等我影張相先。上好菜之後，苗菲菲就冇注意到莊睿同楊偉嘅面色，手裏面就攞住部數碼相機，準備就幫呢一台餸菜影張相，做個永久紀念。苗家格啊，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幾道菜啊？我有啲迷迷懵懵啊，分唔清楚。等到苗菲菲影完相，莊睿攞住筷子指住台面上面嘅餸菜，就對苗菲菲咁講：先唔講呢啲菜嘅味道如何，就咁睇佢嘅外觀，就真係令到莊睿同楊偉唔敢落筷子啦。嗰一碟紅當當睇落似番茄嘅餸，諗落呢就係番茄炒蛋，但係剩低嗰幾道餸菜，莊睿實在分唔出嚟，幾乎都係黑掹掹一嚿，味道都算可以，就係有一陣燒燶咗嘅味道。人哋第一次落廚，品相係難睇啲，不過味道係好好噶，真係噶，我都試過晒。唔信你問下星君啦。苗菲菲聽到莊睿嘅說話之後，面上面嘅興奮呢就冇晒，一向爽朗嘅苗菲菲講嘢都越嚟越細聲，神情就變得做作咗起身。講下講下，嗰對眼居然係紅咗，有一層霧水喺裏面打轉添。係啊，我可以做證噶，呢啲餸菜味道真係唔錯，而且都係菲菲姐一個人做出嚟嘅，我只係打下手。你睇，菲菲姐隻手切菜嘅時候都唔小心切親添。宋星君喺旁邊係咁岌頭，佢嘅說話令到莊睿嘅目光落咗喺苗菲菲嘅左手上面，果然喺佢中指嘅位置有個唔大唔細嘅傷口。咁我哋先試下，格格你食咗我咁多餐，估計都學到我3分真傳啦。偉哥，將酒斟上嚟，我哋幾個人乾翻杯咧。莊睿都有啲小感動。佢知道苗菲菲屋企裏邊男仔多，就佢一個女仔，細細個就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唔好話煮飯啦，就連碗都唔使佢洗。今日整一台咁樣嘅餸菜，確實係難為佢。至於啲酒呢，係楊偉喺屋企拎過嚟嘅52度五糧液，大家斟滿咗之後就碰咗一杯，冇人出蠱惑，全部飲勝。莊睿攞住筷子夾咗一嚿好似紅燒豬踭嘅肉塊，鼓起咗勇氣之後就放入自己口裏面，感覺到有一股魚香味。原嚟呢道菜係紅燒鯽魚塊。嗱，唔好講啦，呢啲菜雖然賣相麻麻地，但係味道真係可以，微微有啲燒燶嘅魚皮裏面，肉質就好鮮嫩，反而係別有一番風味。食咗3兩嚿之後，莊睿就開始勸酒啦，或者係離別在即，苗菲菲同宋星君亦都飲起咗白酒，席間嘅氣氛逐漸熱烈咗起身。苗菲菲更加係反客為主，不斷咁同莊睿以及楊偉碰杯。按照北方人嘅習俗，呢種碰咗杯嘅酒就要一啖飲晒佢。3、5輪落嚟，楊偉首先就頂唔住，要講話呢個楊偉呢，酒量實在麻麻，一樽5糧液佢飲唔到2兩就已經係兩眼迷離，然後歪歪斜斜咁行到門口，話要翻屋企揾自己嘅老豆理論。莊睿知道佢冇開車，
就飲佢離開。一樽五糧液飲完，宋星君有啲頭暈，借咗莊睿嘅客房去休息。苗菲菲呢就起勢纏住莊睿，係都要同佢再飲啤酒。莊睿酒量雖然唔錯，但係佢最怕就溝酒飲。又飲咗2支啤酒落肚之後，佢都酒意上頭，睇住俾佢灌冧咗喺台面上面嘅苗菲菲就苦笑不已。睇嚟今日自己要瞓梳化咯。呢個時候嘅莊睿行路搖搖晃晃，佢攔腰將苗菲菲抱咗起身，一腳踢開自己房嘅門，摸黑行入去，準備將苗菲菲就放喺床上面。都未行幾步，小腿就撞到喺床邊，帶住懷裏面嘅苗菲菲就瞓咗喺床上面。莊睿起勢咁撐住手臂，諗住話企起身，但係最後就感覺到一啲力氣都冇，加上腦裏面一片睡意來襲，佢就迷迷懵懵咁瞓咗過去啦。好啦，呢件事會點收科？莊睿同苗菲菲又會唔會做出啲咩事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